来关心股市，顶礼拜五美股收盘大落，看连咱台股今仔日开盘就随落超过500点，摔破28000点。台积电上价是落到1445块，落尾下晡收盘时阵是收伫咧27866点，计共是落331点。原来台积电收盘是收伫咧1450块，落30块。一礼拜，英国、日本甲咱央行拢要公布利率，这股市恐惊也会起起落落。受到普通、甲股文等等 AI 大公司可能有消风气的疑虑影响，顶礼拜五美股全部拢落，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届疲弱，落超过5%，加上台指期夜盘大落561点，引起市场的烦恼。拜一台股收盘失守28000点，收伫27866点，落331点。主要是上个星期五美国股市下挫，特别是在科技股的一个部分，担心这个 AI 的一个获利回报的一个速度太慢，所以上个礼拜博通缴出来的财报成绩其实并不差，但是市场还是能够找出这个毛病所以导致呢这个博通的股价重挫，这个也拖累了 AI 科技相关的股票。加在台股尾也无落遐济，不过观察牵连大盘的宽达股台积电，盘面同款青的青。以1450块收盘，落30块。其他电子宽达股，包括华邦电、鸿海、台达电嘛拢落。法人认为讲，这礼拜台股有3大变数要注意，包括顶礼拜五美股甲台指期夜盘大落，还佫有受险的业者可能会伫年底进前调节部位，出现绩效袂压。上尾是英国、欧洲、日本甲台湾，拢会伫这礼拜公布利率决策。日本央行呢，如果说是小幅升息的话，短期当然会让资金重新移动那可能就会引导亚洲股市，包括台股的一些走向但这个其实代表日本经济走向正常化所以说中期影响不要太悲观没有必要。专家认为讲，各界预估咱国中央银行会维持利率政策无改变，对市场是稳定的因素。不过，若要观察台股的走势，也是要等去企业获利、甲外资的动向来看。记者综合报道。